用力一揉，再洒水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。它不会因为你这样子不小心，它的叶子你一揉就碎掉了。所以这个原理我们可以做成各种花。特殊酵素处理燕麦产生化学反应，创新概念让李永模获得2007年英国伦敦环保设计奖。还有这一套踩不死的蚂蚁，更让人啧啧称奇。像你这样压下去的话，这个不会断掉，它才起来。如果木头磕的，你这样一压就很惨了，一碰就断。原来是白桦树的韧性增加了作品的柔软度和生命力，干燥过后可以长保20年不坏。奇特材质可让李永模寻觅了2年。刚开始没有人在卖这种材料，也没有得这种来做一个我们要的东西，所以只好让一步一步来，就是从1种、10种、50种、100种，每一种来试。物尽其用，也要求新求变。菩提叶、玉米须、干果木片，随处可见的废弃素材，李永模都有办法玩出花样。你猜这是什么？亚黑马给？光看起来，我猜像槟榔。对吗？是。所以打开来看就知道了。是。大葵螺宽丘迪。把珊瑚雕刻的工艺技术拿来发掘草木另一种美，李永模让每个生命都珍贵。我的意义就像人，你虽然会软体设计，不见得叫你去画画，你就会画。就是说，你必须知道你自己生命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什么，然后你在那个地方发光发热。吕老师被称为树皮大师，因为他把这些大家觉得应该是垃圾废弃的树叶、树皮、果实，变成了可以永久保存的艺术品，也让大家看到了这些植物的再生之美。亚黑马给大葵螺宽丘迪，亚黑马给大葵螺宽丘迪。